大家好，10月15日嘅賽事啊。嗱，今日咧就前面贏咗，後邊就打下水片咁啦。咁啊逐場講俾大家聽好冇？好啦，第一場咁咧就呢一個魔法速遞。咁啊呢場係開熱嘢嚟噶啦。魔法速遞行圈好靚，Win 又唔係，其實都唔係好直博嘅。咁啊做咁啊跟住咧呢一個劍無情話有少少劍追風嘅影子，但係呢隻馬冇前者咁冇後者咁好，應該話。咁咧就另外不假外求就冇頭馬上，無極勇將今次非常好啊，連馬師都好心急，咪再要另創動力啦。咁啊重咗條2 Q 嘅都冇乜用嘅。好啦，跟住第二場啊。嗱，第二場我咁樣分析嘅喎。今日12號咧，嗱12號買60萬位置係碎渣嚇。好啦，今日後尾係點咧？呢一度第二場4號 YouTube 錄咗行圈係可以嘅，不過佢係下風馬嚇。咁咧跟住12號係 UFO， 咁我哋而家諗緊賣唔賣佢。另外真金奪冠都幾好，街福區嗱，街福區平時我見到喺沙田好鬼嘈，即係佢有打腳㗎咁啦。今次好文靜，可以㗎。咁啊呢度咧就呢一條 Q 咧就千幾蚊嘅，咁啊就咁咯嚇。咁啊後尾我話補埋隻1號，1號擺嚟3，咁啊當然啦，我買啲12號啦。咁呢個係因為嗰個 UFO 嚟㗎嘛嚇。咁啊但係呢條 Q 咧就已經係千幾蚊㗎咯，1800幾蚊嚇，就係咁啦。咁咧就咁中咗呢場就大把貨咯喎。好啦，跟住我呢度話下啫，跟住咧就係即係話下電視嗰啲即係講得唔好啦咁啦，即係費事講咁多啊。跟住咧就第3場啊，第3場當家精選好靚嘅。咁啊另外咧就10號就係駿馬之寶啦，我唔識形容佢，但係佢 OK 嘅，係唔衰嘅個狀態。跟住嘉潤發都好靚，仲有一隻11號千杯嚇。咁咧就如果再要就加埋隻9啦咁樣。咁啊呢場咧我就冇要隻1嘅，我話明唔要隻1嘅啦。咁啊呢場咧就10號嗱，10號駿馬之寶有 UFO 啊，買咗50萬，都50萬好啲嘅。個地圖炮就13589，咁啊中㗎，因為佢中有1啊嘛嚇。咁咧就另外9啊跑嚟3，佢中埋 T 嘅嚇。好啦，跟住 UFO 咯喎，皇帝英雄係 UFO 買60萬。皇帝英雄嗱，今日贏咗啦。嗱咁YouTube 俾咗雷神太保，行圈起眼光都非常靚。皇帝英雄好靚，今日留意佢隻腳有個事嘅啫。咁我咧就係買呢幾隻馬嘅啫嚇。今日另外要埋12號咧有得贏嚇，明天更好。今日係呢5隻，咁咧亦都係中咗呢一個Q 嘅。今日 UFO 都係入咗 Q 啦嚇。好啦。咁呢場今日跟住我咧就開始打碎片啦。嗱，旋風傳奇冇問題，勁進勇士爭啲跑第3，佢個第5同第3輸一條頸嘅。咁啊，耀昌盛世泛泛有餘，臨場見唔差。咁啊呢個淨係中得隻 Win 得隻5啫。冇用啊！好啦，第6場第6場咧
嗱，我唔係一定買嘅喎。嗱，小王爺買咗30萬，因為30萬少啊，頭場都買50萬同埋60萬嗰兩隻咧，都係跑第一同跑第二啊嘛。嗱，小王爺我講咗啦，試集有個血啊，除咗眼罩，今日有 UFO，但係都雖然唔係一般馬迷買嘅，但係佢係氣管有血啊。咁啊，飛龍霸潘頓應該叫做，佢唔係個名唔係叫飛龍霸，佢應該叫做飛輪霸嚇。咁啊跑第三。飛龍在天今日唔直播，上一次買佢啊嘛，我話應該有3甲，咁呢隻贏嘅，呢隻跑第三。咁另外有隻冷門傳承效應71倍，咁啊傳承效應好似跑第5啊，冇用啦嚇。咁咧就我就話3號可能會失手噶，嗱成日失手噶，咁我即係暗示我講俾你聽，你哋自己諗啦嚇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第7場。嗱，我叫嗱，雖然5號咧就咪有一注 win， 唔係過關嚟㗎，好大㗎。嗱，我就話佢因為過咗關之後咧冇人跟進啊。嗱，發現咗嗰隻呢個5號係阿方啊，即係其實我講隻5號嘅。嗱，平凡騎士唔夠飛，咁啊可以搏下隻冷門起連用金，佢跑第4啦。咁啊呢場加州動員，咁啊呢場都冇完全冇心水啊。好啦，跟住安康萬里最多過關。咁我呢場啊，我瀨嘢啦，咁我贏嗰張買咗啲錢落去嗰隻何好運嗰度啦。何好運都唔知跑乜，咁我本身就唔中意呢隻馬嘅。咁啊見佢臨場都好似啊，咁啊嗱加州幸運星球連續贏咗2場，沙田各贏1場。今日咧有啲唔同啊，可以同大家講咗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呢場就呢場我買咗3號 win pay 嚇。咁啊3號第8場就係呢個可運輸咗啦。跟住咧就呢場我就係呢場諗咗好耐啦。今日包裝創新咁啊12791。嗱我話咗咧隻2號係 UFO 嚟㗎，但係咧我就話有啲問題㗎嚇，因為佢要孭好重磅啊，所以咧即係叫大家唔好買。我都唔係啊，我都買咗，後尾買翻啲一咧。今日我贏，因為之前我已經贏咗㗎啦。咁啊，我本身賭馬嘅態度都係咁㗎啦嚇。如果要入會咧，就53002997，咁咧就密碼咧就回88。咁啊，知道我臨場點樣賭啦。咁我哋其實賭馬最緊要咧就係嗰日如果贏咗，即係好似即係就要保留啲實力㗎嘛，留待下一日再賭咯。即係本身係我嘅方針嚟嘅。咁啊情況就係咁啦，好嘛？咁啊大致上咁啦，祝各位好運，拜拜。